让我们朝希望的中央，多少祈祷在心中。这首祈祷是王千宇的成名歌曲之一，伊除了是一位歌手，也是一位艺术家。这次特别回到故乡台南，举办个人版画展览。长时间他是以台南女儿这样的一种身份自居为荣，事实上也是等于是回馈乡里，以及再次把他这么几十年来在推动就是台湾日本的这种友谊桥梁上面再做出一个巨大贡献。回想过去，伫2009年莫拉克洪灾，王千宇关注作品意味，互人印象深刻。这回再来50档以来所创作的43把版画，伫台南美术馆做展出，其中更有伊亲手制作的日本和服《红楼一缕》首次展出。这些台南的囡仔非常欢喜呢。然后因为没有带到台湾来给朋友们看，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感情。日本的文化里面有很多是受中国文化。那 kimono 原来也是从我们的这个文化过去的，那在日本它改良了一点，然后到今天。展出作品以回馈古民厝甲和谐庭园为主题，透过王千宇的观察力，刻画出充满故事性甲生命力的艺术创作，希望让民众参观的时阵会当感受到平安、心灵平静。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